哇！大家好，歡迎嚟緊如天地。20年前，電視劇《尋秦記》嚟緊嘅時候，真係掀起一陣風暴，可以話係古裝穿越類科幻劇嘅鼻祖。跟住劇情發展，古孫 CP 咁樣，當年嘅80後、90後啲人，簡直痴迷到不得了。海棠般明豔嘅烏廷芳就成咗啲年輕人心目中嘅摯愛。佢出身名門，受到嚴格寵愛，個性又堅強。被項少龍拒婚之後，嗌住走，然之後就成日俾人利用，經歷咗種種坎坷，先終於過上想要嘅生活。孫軒將烏廷芳嘅倔強同悲慘演得入木三分，就仿佛角色就係佢本人咁。不過實際上，現實生活中嘅孫軒雖然都有啲倔強，但佢一直都係握住自己命運嘅羅盤，無論係事業定係感情，佢先至係個寫故事嘅人。孫軒嘅強悍同耿直，從細路就有端倪。出身富商家庭，父親常年喺新加坡做生意，而作為航空公司高管嘅母親都好忙碌。呢種家庭環境造就咗佢獨立嘅性格，細路嘅強悍性格，讀書時已經可見一斑。13歲出國讀書，喺同齡人事事嗌媽咪嘅時候，孫軒已經明白好多時冇人會幫到你，只有你自己可以幫到自己。有一次嘢令佢一戰成名，一段時間寄宿學校偷竊事件頻發，被偷嘅同學大多選擇自認到尾。然而，當小偷偷到孫軒身上時，佢卻冇沉默，發誓要拎返屬於自己嘅嘢。唔經事嘅佢喺學校宣傳欄公開警告小偷：你如果唔拎嘢返嚟，我決唔會罷休。或許係被孫軒嘅氣勢嚇到咗，唔幾耐，小偷乖乖拎返嚟咗。要知道，當時亞洲人喺國外大多謹小慎微，即使受氣都悄無聲息忍受。大環境咁樣，一個細路女孩竟然敢捍衛自己嘅利益，獨立、驕傲，唔肯認輸。港女嘅標準姿態從細就刻喺孫軒嘅 DNA 裏。80、90年代 TVB 女星好多係窮苦出身，為咗謀生選擇入行。孫軒唔同，可以話係老天爺追住餵飯嘅類型。作為畢業於世界名校帝國理工物理系嘅優等生，佢原本嘅志向係飛機船舶製造，唔諗到無心插柳成蔭。佢喺一場舞台劇演出中，偶然被廣告商相中，拉去拍咗一支廣告。孫軒古靈精怪，且透出一股知性嘅聰明，呢就係女性意識覺醒時期所需要嘅女藝人形象啦。於是1991年 TVB 向佢伸出橄欖枝，嗰一年孫軒20出頭，帶埋名校畢業嘅光環，正式成為藝人。TVB 美女如雲，即使咁樣極具辨識度嘅孫軒一出場就萬眾矚目，入行唔耐便同王菲、方中信等大腕搭檔，出演電視劇《千歲情人》。佢飾演一位心地善良嘅富家女，一雙靈動嘅眼睛顧盼生輝。嶄露頭角之後，孫軒僅94年1年就出演咗5部電視劇，並迎來咗職業生涯中第一個爆款角色律政劇《1號皇庭4》中嘅程若輝。劇中嘅佢身穿律師黑袍，在法庭上出口成章，邏輯緊密，氣場十分強大，準確拿捏職場精英女性嘅氣質。程若輝呢一角色將孫軒嘅知性美發掘出嚟，狠狠抓住咗觀眾嘅心。呢一角色嘅成功塑造，開啟咗孫軒職業女性專業戶嘅路。老婆大人女法理高於一截嘅大法官高希敏，難兄難弟女精明成熟嘅影壇當紅女星芳芳都大獲成功。自然仲有刑事偵緝檔案中嘅被稱為完美女人嘅心理醫生武昭君，佢憑呢一角色第一次奪得視后，嗰句行咗，我習慣咗，成為咗多少人嘅意難平啊！唔單止現代劇，古裝同樣出彩。從尋秦記鮮衣怒馬嘅烏廷芳，到晚鳳之王一步步宮鬥上位嘅钮祜祿依辣，邊個拎出嚟都能勾起一代人嘅回憶。
宣萱確實會演，不過演員會演只係入門，要想上位，仲要有一股狠勁，精力旺盛，唔怕苦累係站穩腳跟嘅第一道門檻。宣萱曾經有一個月每日只瞓2-3個鐘，即使躺低，腦袋裏仲不斷循環開工啦嘅魔咒，就連身體都形成咗條件反射，累到虛脫。結果一到片場立刻精神起來，唔怕累，仲要唔怕危險。佢曾經被稱為御用人質，前後被劫持24次。03年拍攝掌上明珠，佢堅持唔用替身，吊喺懸崖邊，差啲出事。當年嘅 TVB 女星搶位是何等慘烈。作為當家花旦，比起運氣同天賦，我更相信係嗰股只要做就做到最好嘅骨助佢闖嚟嘅。工作上敢闖敢拼，感情中嘅宣萱亦然。1993年佢同張衛健因龍兄鼠弟結緣，唔耐又一齊拍攝追日者，因為兩人家住好近，宣萱經常開車送張衛健返屋企，一來二去，開朗幽默嘅張衛健俘獲咗宣萱嘅芳心。當時嘅張衛健寂寂無名，媒體都唔看好呢段感情。面對非議，宣萱卻異常堅定，被拍到去張衛健屋企亦大方承認，坦坦蕩蕩表達對男友嘅欣賞。佢似佢扮演過嘅嗰啲角色一樣，堅定守護住自己嘅愛情，從十指唔沾陽春水到為愛下廚房，考慮到男友嘅自尊心，外出約會都貼心地揀擇路邊攤等唔需要花錢嘅地點。張衛健亦格外珍惜呢段感情，宣稱宣萱係自己最愛嘅女人，等事業有成一定會娶佢。可惜造化弄人，宣萱嘅名氣越來越大，張衛健則屢屢受挫，唱片銷售成績唔好，公司提出解約，演戲亦一直遇冷。現實面前，張衛健退縮咗，提出分手。眼睇住宣萱一日比一日紅，賺嘅錢亦比我多，唔好說外人點睇，連我心入面都話自己，佢絕對有資格揾一個比我好嘅人。曾經嘅誓言隨風飄散，倔強嘅宣萱冇有挽留。只要你似我一樣勇敢，哪怕前面有千軍萬馬，我亦會同你同擔。可是你揀咗放棄，我又有何勇氣再留喺你身邊？分手後，情場失意嘅佢將所有精力都用喺咗事業上，爆劇頻出。寵物情緣刑事偵緝檔案 IV 冼淵錄喺99年先後播出，口碑佳佳。宣萱嘅第二段感情唔再係圈內人，對方係中信集團太副主席嘅同侄邢文漢，貨真價實嘅富二代。呢一次，宣萱亦然全力投入，經常陪男友出席活動，兩人嘅戀情亦得到咗雙方家人嘅支持。拍拖6年，男才女貌，一度被傳為佳話。時間來到千禧年，宣萱事業正紅紅火火，兩人亦開始談婚論嫁。邢文漢表示婚後，宣萱需要喺屋企相夫教子，做豪門闊太。或許嫁入豪門係好多女星唔錯嘅出路，但絕非宣萱嘅最佳選擇。矛盾面前，邢文漢開始有意無意拉開距離，想逼宣萱就範。唔想到好犟嘅佢直接揀擇咗分手，冇有一絲留戀。我經濟獨立，唔需要揾一個男人喺經濟上照顧我。佢嘅回應擲地有聲，喺宣萱睇嚟，女人靠誰都唔如靠自己來得踏實。所謂合適嘅人係尊重你嘅人，而唔係想圈養你嘅人。獨立女性精神唔係演出嚟嘅，而係身體力行。呢亦係宣萱能成為大灣區精英女性代表嘅原因所在吧。本身就足夠硬挺，唔依附，亦唔討好。用一句當下流行嘅語形容再合適唔過，這就係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當然，人生長河自是起起落落，誰都唔例外。娛樂圈最是無情，後起之秀不斷湧現。縱然你能把同類角色演得入木三分，亦敵唔過年齡漸長，觀眾想要新鮮感。喺 TVB 演咗10幾年，
宣萱出鏡嘅機會越來越少。呢位曾經光芒萬丈嘅當家花旦，星途日漸暗淡，壓力倍增，讓佢嘅甲狀腺亦出現問題，身材發福，高層當面出言嫌棄：你又老又醜，唔如退休啦。2011年，宣萱宣布退出 TVB， 到內地尋找機會。年過40，重新開始，邊有咁容易？出演嘅幾部戲都冇掀起水花。宣萱開始被人嘲笑係中年大媽，根本冇有角色揾上門。面對非議，昔日火爆脾氣嘅佢乜嘢都冇講，同經紀人解約，在微博留咗電郵，一邊等待機會，一邊運動健身，琢磨演技。悄無聲息嘅5、6年，宣萱就咁似一株被遺忘喺角落嘅植物，默默無聲，拼命往下扎根，等眾人回過神嚟，佢已完成2次生長，枝繁葉茂。2017年，重回顏值高峰嘅宣萱返 TVB 拍攝《唔懂撒嬌嘅女人》，扮演企業高管魔姐，同係職業女性。呢一次佢將對高管父親嘅觀察加咗入去，例如唔易察覺嘅皺眉、超快嘅語速、習慣身體前傾，都俾人一種壓迫感。唔懂撒嬌嘅女人雖然只係無線台獨家播放，但評價極佳，更奪得奧斯卡最佳影視獎。宣萱獲頒視後講到咁，想當年嘅宣萱同而家嘅佢，真係一個極度典型嘅精英女性，獨立、自強、有愛心，更有一份堅持。對於自己嘅生活，佢始終都係自己嘅主人，唔論身在咩環境，佢都能夠靠住自己嘅努力去換取自己想要嘅一切。喺娛樂圈度過咗近30個年頭，宣萱嘅一生經歷坎坷，但佢從來都冇放棄過自己。而家回顧起佢嘅事業，都不禁感慨萬分。喺這個浮華嘅世界，有一個這樣堅強、獨立、有自己想法嘅女人，真係好值得欽佩。年近50歲再演大女主，唔止冇衰，功力仲可以再上一層。嗰係從歲月中獲得嘅沉澱。涼風吹紅楓葉，所有堅韌嘅性格背後，必有跌落谷底又登山再起嘅魄力。宣萱嘅低谷期前前後後算落嚟近8年，一個上升期嘅演員沉寂8年，居然可以再次萬丈矚目。宣姐確實強悍。今年宣萱51歲，輝煌過，沉淪過，熾烈地燃燒過。當下嘅佢沉靜咗許多，愈來愈自洽。除咗演戲，開始拿出更多時間充實自我，品味生活，努力生活，但對感情容隨緣。30多歲嗰份對於真愛嘅焦慮，蛻變成咗樂觀嘅堅持。如果對方唔係適合自己嘅人，就算其他人唔叫你剩女，自己都唔會開心。實乃人間清醒。逃唔過嘅催婚，宣萱甚至主動調侃。據聞喺房中坦言想做試管嬰兒，仲喊話希望古仔幫忙。之後羅嘉良出席活動，有媒體問到呢個事情，佢回應道：佢幾時講㗎？太過分了，我要去問佢點解唔搵我啫？難道佢認為我唔夠型？一邊開玩笑，仲一邊講佢同我借比較容易。旁邊嘅人更加直接調侃道：可能佢覺得古仔比較行。不過兩個男人同宣萱關係非常好，至於其中嘅紛爭，一言兩語都難以說清楚。大家對此點睇？今日嘅節目就到此為止，我哋下期再見。